经济部公布上新的报告指出，台湾伫咧这5年来，经济成长是比南韩还搁较紧。去年一个人的平均 GDP 嘛是头一摆赢过南韩。有学者就分析，这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这寡制造业正在大发展，对比南韩以服务业为主，才会出现这款情形。 台湾甲南韩经济发展模式甲产业结构正同，长期拢伫竞争。不过，经济部最新资料，最近5年的经济成长率，台湾平均每年是3.6%，赢南韩的2.2%。每人平均所得嘛，伫2022年头一届超过南韩。台湾的前景好亲像袂歹。很强的这个竞争关系，那对台湾来讲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技术的突破。 跟做全球的布局，今年我们跟南韩这个比较好的原因，还有另外一个是汇率，我们还是要持续努力的这个提升台湾的这个技术的经济的价值。 为产业结构来看，同款是出口较侪国家，台湾的制造业附加价值占 GDP 的比例，为2013年至2022年增加5.1%，南韩是减少2.2%，趋势倒并。 投资结果，台湾的制造业固定投资超过4成，比南韩的3成外较侪。南韩是以服务业占较大面。学者点出，关键甲半导体以及台韩对中国的贸易顺逆差拢有关系。 半导体产业绝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台湾对中国大陆是少有的出超国，然后南韩的话反而对于中国大陆还是呈现一个逆超的状况。过去的几年，其实也因为中韩贸易之间的衰退，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让南韩的经济表现其实也不如预期。 学者分析，未来的发展趋势要看南韩对半导体的投资情形，也甲记忆体的晶片市场是毋是会当持续回升，所以台湾是毋是会当持续发挥优势，带来更加侪成长，也个有待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